好多朋友都想知道申請中港兩地車牌究竟有咩申請流程，每一步又要幾耐時間，成套手續總共要耗時幾耐呢？今日就同大家講清講楚。首先，無論你係申請投資牌定係高薪牌，辦理流程同時間其實都係差唔多，兩者最大分別只係申請門檻唔一樣。投資牌只需要證明上一年度公司納稅金額達到15萬人民幣以上，並且有齊官方認可嘅納稅證明就足夠啦。至於高薪牌，就係用高薪資格證書嚟替代投資牌嘅納稅證明，兩者作用一樣，都係符合申請車牌嘅基本資格條件。講完申請資格，我哋就嚟睇下申請嘅全部流程，睇下要花幾耐時間。第一步，先註冊一間香港公司，大約2日時間就可以辦妥。以高薪牌為例，申請人需要用香港公司入股一間高新企業，之後就揾中港律師去辦理入股嘅公證手續。呢個公證流程大約需要1個星期左右嘅時間。換言之，前期註冊公司加律師公證呢2個步驟就要1個星期多2日嘅時間啦。做完入股同公證，就要向工商部門申請營業執照變更，將原本嘅內資公司變更為合規外資公司，更新全新嘅營業執照。呢個係官方硬性嘅變更環節，大約要2個星期完成批核。營業執照變更之後，基本上所有申請文件都已經齊備，包括申請人身份證、回鄉證、駕駛證同埋汽車牌簿等個人資料，全部整理好就可以正式上傳到公安局嘅官方申請系統。資料提交上去之後，就進入公安局官方審核階段，大約需要再等待2個月左右。審核通過之後，你就會收到官方發出嘅手機短信通知，到時就要親身去到公安局現場揀車牌號碼，核對所有申請文件，全部資料確認妥當之後，就會獲發官方受理回執。收到回執之後，大約等20個工作日就可以預約去指定檢測機構做車輛中檢驗車手續啦。驗車合格之後嘅5個工作日，你就可以去到公安廳正式領取批文卡、兩地行車證同內地正式車牌貼牌啦。攞齊批文卡之後，就可以即刻申請禁區紙啦，大約5個工作日就辦妥。所有內地批文、香港通行證件全部辦妥之後，就可以預約第一次嘅通關啦。首次通關當日，可以順便預約去指定口岸，安裝通關感應卡，貼埋車輛電子識別標籤，俗稱雞眼。最後，我哋再幫你辦理海關備案手續。基本上你就已經可以自由通關，成個中港車牌申請流程就算圓滿結束，由頭到尾總耗時大約4個月左右。另外都順帶講下好多人問嘅買現成車牌嘅流程。如果係直接購買現成轉讓車牌，前面註冊公司、入股公證、公司性質變更、公安局審核呢啲繁複步驟，全部都係舊牌主已經幫你辦妥晒，去到你手上就剩翻剩餘流程。你淨係需要後續做驗車，去公安廳更新新車同新持有人資料，辦理新嘅批文卡，呢啲簡單步驟就得㗎啦。除此之外，唔好忘記，仲要辦理香港公司嘅股份轉讓，需要5個工作日。成個轉讓更新流程，大約個幾月就可以完全搞掂。所以現成車牌貴2成至3成，原因係佢直接幫你慳咗前面4個月漫長嘅排期時間，1個月就可以上手攞牌，方便快捷。有任何問題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話俾我哋知，記得 like 同 follow 就唔會錯過中港牌實用資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